今次應該就係亞軍哦。我哋睇翻啦，依家睇翻開始咧就呢個男子中龍雙項賽嘅金杯決賽。咁啊，大家睇睇咧就係1、2、3隻都好難睇得出邊隻係稍為突出啲喎。係啊，完全好似一齊衝緊出嚟喎！我哋要近啲先知道個結果係點啦。安記第二嘅第二線，咁啊舊年係安記贏嘅，咁啊今年咧又排咗第二線，應該換過嚟講，初賽成績佢唔係最好，即係初賽成績最好係第三線，就喺呢個聯誼龍舟體育會。咁我哋一睇睇咧，依家決賽，咦決賽可能第五個有機會爆冷喎，第五啊突咗出嚟喎。唔係喎，第二線安記都安記有啲優勢喎，有似係安記亦都上翻嚟。咁但係第五線嗰個好快喎，飛虎喎。加油努力！係啊，第二線就安記。再業都有機會喎。差少少啊！好，加油！二先啦！2、5啊，2、5。哦，似乎都係安記喎。我都話安記。我哋要俾總